加沙地区即马正需要人道救援，严格加沙地区即马情势是继续的恶化。埃及20分就对外表示，因的救援物资无法度入去，拢是因为以色列在阻挡。埃及超过100台大卡车载1000吨人道救援物资，想要进入加沙，无奈卡3天。属于哈马斯广播电台阿克萨表示，以色列10日个攻击拉法关口。埃及外交部长苏克里表示，即马上需要就是减轻巴勒斯坦百姓痛苦。حتى الآن للأسف لم تتخذ الحكومة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وقف يؤتي بإمكانية فتح المعبر من ناحية غزة، السماح بدخو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و خروج المواطنين من دول。这是美国埃及达成的协议。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议发言人科比表示，原本希望10日较暗拉法关口应开放几点钟，暗过也是无。即卖以色列对加沙轰炸甲围困情势更加严重。这块飞地顶悬230万居民是伫生存崩盘边缘，水电、能源甲医疗资源耗尽，便宜发电机燃料也特别用了咯。Hundreds of people are sharing one toilet, for example. We do have serious concerns about the spread of waterborne diseases in the Gaza Strip. 一天消息带来起起的时阵，被认为可能停火。哈马斯甲以色列拢表示无成功。埃及媒体开罗新闻表示，按算就伫红海都市夏姆斯克有一场危机峰会。埃及总统塞西10日接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，要讨论加沙局势升级的问题。国际新闻恩文林报道。